做音乐对阮来讲，伊是阮生活的一部分。莫互人骗去，骗去，咱讲的话你着说你。伫即摆这个社会，希望莫搁无要无紧的欢喜。而且这唔知吼，确实真正是阮当初长所创作的，连团员嘛，确实是阮写的歌啊。对方下，你唔知啊？大家对作词的人敢有啥物好奇？我想要甲是使恁两辈啊。刚刚抖夯3这样下来。莫搁冤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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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是白沙啦。乱转这两字其实我根捌写过，所以我唱感觉真特别。转是不哩啊台语的一个形容词啊。不羁啊，是典型台语用法。不羁啊，烟岛华语蛮帅的。其实内底我搁介意一句啊，不管你讲啥，拢无人会插，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。伊这个敢若咱台湾同款，是咱有言论自由，因为咱嘛算第一个华人的世界，像台湾这片土地遮尔自由、遮尔民主。我听到这条歌，就回想起阮第一条歌迄当阵的感觉。迄当阵你要写这种批判的歌词吼，是会用主。都改严啦，较无像即马遮尔自由、遮尔多元，想要讲啥物就讲啥物。伫这个社会有食饱有人，逐个人拢总无相共，不管你讲啥，拢无人会插，是一个自由的社会。你讲真甜话，也是讲笑话，全予人啥拢无。以前的台语歌就是较悲情啦，吼。嘿，讲悲情的，啊无就是目屎就月娘。拢会想到讲，就是东贵啊、单泪啊，因迄种气口、迄种气味。你看即马这个时代，咱的台语歌，只要你肯创作吼，很多的音乐元素都是我们创作的题材。哦，所以台语歌若要发展，应该就是音乐性爱多元化。嘻哈即马写台语的嘻哈嘛，就准。哦，这个都很好发挥。莫予人骗去，骗去，人讲的话你着说你，你讲的话敢会当信，着爱好好观察全世界注意。即马就会要愿意甚至喜欢，哦，介意用台语歌做创作，因为以前真正在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讲，就是台语的用法吼，用伫咧歌内底是较灵活的。莫搁乱转，莫搁乱转，莫搁乱转。台语青春漫画，做伙来唱歌。